學聯出席渥太華聽證會，講述政改立場。全省小學教師下星期展開工業行動。省府10年計劃改善約克區高火車線。你好，歡迎收睇 Omni News 嘅晚間粵語新聞，我係李立本。本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今日就香港政改狀況召開第一場嘅聽證會。香港學聯現任秘書長羅冠聰連同上屆秘書長周永康親自出席聽證會，並且接受國會嘅議員提問。陳善儀報導。香港學聯現任秘書長羅冠聰喺渥太華出席聽證會時指，港人於雨傘運動以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未能得到中央支持，令年青人感到失落同絕望。呼籲國際社會積極關注香港正在倒退嘅民主同人權狀況。其實都見到佢哋嘅反應係幾積極，同埋係會令到我哋覺得佢哋希望喺香港事務上面係再做更加多嘅事情。咁所以呢個結果對我哋嚟講都係幾鼓舞，都希望即係唔單止加拿大啦，如果未來有機會去其他國家係做相關嘅東西嘅話咧，係可以會做到相同嘅效果。前任秘書長周永康雖然冇份發言，但亦都親身出席以示支持。會上有保守黨國會議員批評中國試圖干預聽證會，重申本國有義務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得到落實。I think we need to take a balanced, realistic approach. We're not going to change China overnight, but we have to make it clear to them that it is ultimately in their best interest, in my view,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operate with their own people in moving forward.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以及香港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就透過視像會議作證。余若薇指政改方案未能回應港人訴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同基本法中有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承諾。有份發言嘅前本國駐華大使館顧問 Charles Burton 就認為，本國喺香港問題上應該採取更強硬態度。我覺得加拿大應該公開地說，我們還是堅持民主自由。如果加拿大政府什麼都不說，那就是暗示是我們同意中國政策的那些反民主、反人權的那些政策了。名單上一個本地中國內地移民組織臨時缺席，未有喺今日作證。而嚟自本國5個主要城市嘅華裔社區代表，亦都特別到場旁聽。港加聯期待有關報告能夠作為本國未來對港政策嘅參考。今次特登做對香港問題咧作出呢個聽證咧，其實係一個相當正面嘅，即係肯定翻香港問題對加拿大個重要性。咁我哋都係充滿住，即係我哋係樂觀嘅。我哋都希望呢個報告可以盡快完成。委員會會喺7號進行第2場聽證會，有關當日嘅出席者名單目前就仍未有公佈。Omni News 記者陳善儀報道。